喺格陵蘭南部嘅小鎮納沙索嘅山上面有一個植物園，呢度嘅樹木係由一位植物學家喺70年代開始以實驗性質種植喺冇樹木生長嘅格陵蘭，發展到而家已經變咗一個擁有200公頃土地、110種樹木品種嘅樹林。由科羅拉多州嚟嘅，喺我鄉下嚟嘅，睇下佢啊，樹幹幾粗啊！幾時種嘅呢？1971年啊，原來佢仲老過我喎。動物、植物、蔬菜因為氣候變化而向北遷移。喺過去20年，呢度已經升溫超過攝氏2度，呢個係好大嘅轉變。我諗呢度啲樹木應該會幾開心嘅。如果你話俾人聽格陵蘭而家有樹木，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強烈嘅訊息，因為以前呢度係冇樹嘅，呢度啲樹係有人特登種喺度。而氣候變化亦都係人類造成，唔係自然界嘅事，所以呢度就好似一個氣候變化嘅標誌咁，同樣都係人類嘅傑作。我諗最重要係將氣候變化穩定落嚟，唔好俾佢不受控制，因為真係會有一個臨界點嘅。而家我哋只係剩翻好少時間去決定自己嘅未來。